来到高雄美浓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纸伞。为了让更多人轻松了解当地客家文化，纸伞第3代传人将原先的纸伞厂改建成美浓民俗村。来到这里，浓浓的客家风味和怀旧气氛，经常令人流连忘返。来到这边呢，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个国宝级的师傅，虽然70多岁了，还是在做我们的美浓纸伞。最主要呢，希望说把我们这个纸伞能够传承下去。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 DIY。好，我们这边还可以做一个彩绘纸伞的 DIY。彩绘纸伞自己做，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传统美浓油纸伞。放圈圈，放圈圈。另一个热门活动就是自己来擂茶，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。越磨越香了哈，香气都跑出来了。手会不会酸？好，酸换姐姐喽，来。我以前没有磨过擂茶，现在觉得很好玩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哦。走在美浓民俗村，艳阳高照，就像美浓人既好客又热情。阿姨好热哦。对呀，夏天到了，热天多嘞，热天多嘞。来到美浓，品尝一下在地清冰，顿时暑气全消。走到这个广场呢，我们要来体验一些我们小时候的记忆，像舞龙舞狮啊、踩高跷啊，这边都有很多的呈现。旧时的铜碗简单朴实，停下忙碌的脚步，体验美浓的客家风情，也是一种单纯的享受。上课喽！捏甜多嘞，捏甜多嘞，捏甜多嘞。